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过三见面，迄是偌欢喜的，知无？哦，所以因为这个世代变化太大哦，咱作为起立，咱彼此来请安吼，彼此来祝福。讲看到你真好啊，愿你平安。哦，看到你真好，愿你平安。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的水啊！哦。因为同心合意，上帝祝福就伫咱中间，阿们吗？啊，所以上帝来帮助咱哦，咱好亲像土啦，伊好亲像肥啊，做肥啊的师傅安尼哦，安怎甲咱塑造，甲咱捏吼，有当时啊，甲你小可破碎者，重新甲你起造安尼哦，甲你更新。咱用这首诗歌，咱来进行到伫咱的礼拜，进伫咱的祈祷，更新我心意，互我亲像你。
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咱对头过来，较紧淡过来。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主你是会师傅，主你是会。我是土地，不吹了做我，是我的困求，更新我心意，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搁一遍甲咱的主讲，更新我生命，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主讲你是会师傅，主你是会师傅，我是土地，我虽然做我，是我的困求，更新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兄弟姊妹，我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哦。这个祈祷是讲，上帝啊，你来更新改变我的心意。别人甲你讲，啊，你著爱改啦，啊，我拢改袂开啦，感觉无好诶。上帝，我靠我家己无法度啦，只有你会通帮助我。昨庄业明牧师咧分享讲，伊较早一工食足侪薰啦，要改拢改袂开。我一面买转来好啊，总啊甲等掉但是半暝搁摕手电啊去遐扣安尼。不过有一遍伊改3工了，伊出去头前有一个人在食薰迄薰就安尼飘啊，伊总啊跳街啊数一个安尼那总啊强要吐出来安尼啦上帝咧调整，后来伊就无食后来就离婚啦。有啥物无好诶？上帝要改变咱，这个时候我邀请咱好无？开你的嘴讲，你上知影你家己你知影上帝无欢喜，无好诶。上帝啊，你来帮助我，更新我，改变我，好无？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阮来到你面前，帮助阮，更新阮心意。主啊，有当时阮固执伫阮家己所想诶，但是这你无欢喜诶。主啊，对阮的身躯无帮助诶，求你来改变，求你来拄起。更新阮心意，更新阮的意念，互阮有迄个气胆，有迄个决心，赢过这个束缚，这个捆绑。愿主你来伸手，哈利路亚！更
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弟兄姊妹，咱要进入到咱的感恩甲认罪，用主的话安尼来宣告讲：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快乐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快乐点伫我身上。求你越过来看我，怜悯我。亲像你伫对台敬听你的人，求你照你的应允引带我的脚步，无用阮罪恶管害我。伊讲伊要想出，互你有够野的快乐咯，够野的快乐赢过拄好咱的祈祷讲啊，一天两天吼，就搁倒转来啊，是毋是安尼？讲主啊，你要伫我的软弱中间来提供你的快乐，帮助我会通赢过这个罪的限制。试看卖啊，兄弟姊妹，别人会使，你嘛会使哦。咱开声来祈祷，咱来学了咱这位主是够野恩典，小助你够野的快乐，并且互你会通赢过遐个上帝无欢喜的事的这个上帝。咱开声来祈祷，来学了伊。哈利路亚，主阮感谢学了你。享受阮教育的快乐，享受阮教育的能力，特别伫阮软弱时，你阮啥是软弱，你啥是快乐，啥是稳定的充满伫阮中间，互阮会通回转来到你面前。主啊，阮知影阮遮无好，总是阮的快乐有限，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来转到伫你的同在，转到伫你的稳定，转到伫你的改变内底。愿主你的手所帮助阮，帮助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伫阮的软弱顶面要显出完全，显出快乐，显出超越这个罪的束缚的这个快乐。阮嘛要进入到伫阮的心灵的需要，因为你顾虑着阮的需要，所以阮大好胆来恳求你，恳求你对你的话，阮要做伙伫遮来宣告讲。求你关心我的苦难来解救我，因为我无要记你的律法。求你甲我伸冤救赎我，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兄弟姊妹，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哦，互咱会通进入到伫咱的需要内底，是知影安怎伫遮对伊来讨，安怎对伊的恩典，对伊的应允伫遮来宣告，毋是祈祷了就烦恼。咱开声来祈祷，来恳求上帝来帮助。你若需要，你就举手，咱的长老会为着你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哦。你的心灵对这方面需要，求主来医治，来帮助你。哈利路亚，主你医治观念充满，主阮的长老，在伫个身体衰烂的中间，主你要加添帮助，主啊，愿意拢伫你的手头，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主啊，这兄弟姊妹需要，求你来这看保守看顾，欠缺的，主啊，你来供应，你来补满，你来甲因相同在。哈利路亚，愿主你来受因祝福，甲因相同在。哈利路亚，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互阮会通真做是一个求讨的人，总是你也要兴起阮真做一个守望的人，为着人代求的人。主啊，虽然阮检测无啥物其他艺术袂通做啥物，总是你互阮有喙啊，你互阮有喙会通伫遮来宣扬你，会通来学了你，嘛会通为着别人来代求。主啊，这个时阵，我嘛要用你的话做伙来宣告你的话讲。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耳孔听我的恳求，照你的信息，照你的公义应答我。咱要做伙为着个人，为着台湾新人医今日派陈冠仪牧师夏务长牧师的母校伫遮来请安恳求上帝来祝福，透过你我带导。也要伫遮来祝福新人伊培养好的牧者，进入到你教会来牧养，互这
培友会通得到造就，得到牧养。愿主来说，下晡阁有这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求主来帮助，吼整个教会知影清楚上帝引出的意向。为着基督教关怀协会，咱咧做这个民生病院的这个关怀吼。疫情咱拢即摆拢无法度入去吼，只有通过祈祷来守望来祝福，开声来祈祷。兄弟姊妹，开声来祈祷，为着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三甲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互咱知影上帝，咱的伫上帝眼中是宝贵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兴起，阮诚做大道者，看见这个破镜的所在，互阮会通伫这守望来祈祷。捆绑的，你要上船开来，伫天顶也要捆绑；地面上放的，你也伫天顶要头绑。愿主你的圣神来运行充满，互阮的敬拜要进到伫更较深的礼拜中间，拄着你，互阮知影讲对你的真理头绑，阮得到自由。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啊，咱就向耶和华唱歌，向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咱就到伊的面前来感谢伊。伊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哈利路亚！这时邀请咱大家拍谱啊，迎跟咱天顶阿爸爸上帝。我要阿罗主，我要阿罗主。全能救主，我要阿你到万世界，我要阿罗主，我要阿罗主，全能救主，我要阿你。我主我王何等伟大，我主我王何等伟大。三归拢敬拜，天地拢咱敬拜，我主我王何等伟大，我要阿罗主，我要阿罗主，全能救主，我要阿罗你到万世界，我要阿罗主。
拜上帝，阿门。请坐。伫《使徒行传》第2章17节，上帝讲：伫路八的时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地，凡有肉体的，恁的后生甲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老人要得到面望。愿上帝早日将天顶的上帝国伫咱的世间来实现。我心靠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把我以奉献敬礼来回应。先先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把我以奉献军队来回应。先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为你来行。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把我以奉献军队来回应。先请帮赞
时刻大鸟来演唱，多多为来往。主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要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意思就是上帝国的好，要安那临到伫这个地面上。也因为你毋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尔，你嘛是甲人伫苦难、伫迄个困苦、伫四线、伫毋知安怎行头前的路时，你犹原甲阮三甲同在上帝。你无弃杀阮，甚至伫阮也做有罪的人的时，你就显明你的慈爱怜悯，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来拯救阮，回转伫你面前，互阮今仔日，阮诚做你所拣选的百姓，是君尊的祭司，是会通互你使用来这个世代，诚做你是阮所管道的。愿主你透过今日礼拜，透过牧师的信息的分享。激励阮的心，互阮安怎伫这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互你的国临到，透过阮诚做是阮的管道，祝福伫这个世代也毋捌听见福音的人。愿阮的敬拜得到主你的欢喜，因为你的欢喜，所以你的宝座欢喜设立伫这个所在，表示有你的同在。当阮做礼拜了，倒转去，充满你互阮的毋忘溃烂。充满你的圣神的引带，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35首，主我上帝至尊至大，请起立吟全首。至高宽仁的上主，伫天顶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啊，我们向你来学乐，因为阮看见你的作为显明伫你每一个囝儿，虽望拄着艰难、困苦、
病痛，但是阮知，阮犹原伫上帝的手，阮的心有喜乐的好药。相时阮的心骄傲自专，为着家己的行为称义夸口。主利用恩典、怜悯来疗愈阮，佮用你慈爱的手看阮组织伫你的教会，通过圣神真理的养持，互每一个信慕真理的人拢得到把助。阮的信心无够，看到才有。主求你激动阮的心，互阮的心对人彼此相听，对你的教会忠心服侍，对你的信心温柔谦逊，互阮搁一摆知影，上主伫阮也无知影的时阵，万项事已经拢有主的旨意甲陪伴，有美好的定着。上主无弃杀阮，引带阮的灵命成长，无纪念阮一切所犯无好的。主，阮感谢你对昨日开始的学生同工退休会，透过活动，透过信息。互阮甲主相拄，无阁倚靠家己来甲主同工。阮要做伙来锻炼，将教会事工做成是甲人得救的连结。将即个礼拜圣灵牧区的组织，拜六圣礼典、青年牧区的定期会交托伫主，也要为基督教关怀协会来代祷。11月10号甲11号有志工领导训练，伫病院内底传扬主的名。关怀人的心。最后，阮为着台湾神学院全体同工、事工经费来代祷，主要兴起的绝对有陪伴，求主保守，互阮更较有信心来倚靠你。永光的主，阮同心向你来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信息后面启文58篇，就是罗马书第8篇。启文58篇就是罗马书第8篇。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啥人会当体贴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敢袂将万米嘛白白收互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佮活。当坐伫上帝的正平咧，咱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惨切，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伫马台的羊，拢毋是你这些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请第一区来献诗，第一区林嘉瑞来献诗，屈膝敬拜。
你归路，盼望金牌，你拍开阮心门，有你入来。暗藏我心，亲爱主，我要看你归路，盼望金牌，你拍开阮心门，有你来，真情万里。路呀，我没想我做我想起那昨夜早，我没个了，我做中华一心的人，很好你。我要看你归路，盼望金牌，你拍开阮心门，有你来。情情万里，你路呀，我没想我做我想起。昨夜早，哈利路亚，我没了我做中华一心的人。没说我做想起那昨夜早。中华一心的人，
的梦，很好，中华一心也的梦，很好，中华一心也的梦，很好，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25到36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25到36节。其他版本请看银幕耶稣。罗马书11章25到36节。兄弟姊妹，我爱恁知一个奥妙的真理，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这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热心，到外邦人归主的数目满为止。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照圣经所记载，拯救者会对锡安出来，伊会除去雅各的不虔不义。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一方面，对福音的观点来讲，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成做上帝的对敌；另外一方面，对竞选的观点来讲，因为因祖先的缘故，因成做上帝所听的人。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令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恁才得到怜悯。同款，因为恁有得到怜悯，因现在无顺服上帝，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上帝将所有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上帝丰盛、智慧、财目，那偌尼啊深沉啊！伊的判断学得推测，伊的道路学得找着。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什么人捌先互伊什么？因着报答因，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门。这时，我们请陈宽义牧师来讲道。陈牧师是台湾神学院的学务长，伊今仔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所存的人，所存的人”。大家平安。平安。伫要开始分享上帝话之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赐圣心来到阮中间，请你来，请你现在光照阮，拍开阮的心，启造阮迦南教会一个信仰团体，互阮通过你家己的话，来搁较明白你，来体会你，来经验你，来甲你相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恩典，也特别感谢咱尤牧师所带领的牧师团队，黄牧师甲一个老牧师，以及咱教会正中级同工好朋友，容我通代表伫阳明山领头的台湾神学院来到咱迦南教会分享上帝话。
来愿大家请安。煞为着过去一年，咱嘉南教会伫主内为台湾新学院迫切的代祷、关怀甲奉献。真久长以来，咱嘉南教会一直是咱台湾新学院真重要的支持者，因为咱教会有真重视神学教育这个传统，对台神一直有真全力的支持。遮多年来，咱所支持伫台神读册神学生，也拢已经真侪伫台湾山边海角各位正教会真大的帮衬甲祝福。要出门进前，董事长彭东山牧师、阮的院长蔡主任牧师特别爱我借这个机会，向咱嘉南教会众兄弟表达台湾新学院全校师生对咱上深的感谢。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恭喜。昨我有偷偷来这个所在探路了吼，看我大概要行偌久吼。总是有介绍我去隔壁33号吼，看到这个新的拜堂的完成，真正是真水，阁真宽吼。我想咱嘉南教会一定真正是有上帝特别稳定的教会。阿们。转来看咱台神吼。台神需要教会的人甲资源顶面的支持，一直都毋是啥物秘密啦。也是办阮每一年全校师生拢爱出来台湾全地为神学院来向正教会报告请安甲募款上主要原因。常常去教会请安的时阵，我常常听到教会中一甲我讲：恁教会吼爱送上好的人。来教会啦！恁神学院吼爱送上好的人来教会啦。你也知影讲，即马教会内底拢是即个书、迄个书足多呢，吼，拢程度真好啦。我就甲回答讲吼，有影呢，但是吼，倒一个新学生毋是教会派出来的。恁若毋肯将恁上好的主题吼送来神学院，神学院凭啥物互上好的传道人送到教会呢？上好。教会稳当有上好的神学院啦，有上好的神学院，才有可能有上好的教会。我想这需要大家来互相代祷。另外，真重要当然是费用的问题吼。其实吼，几多年前教育部的官员为着是毋是要稳准咱学校来立案，有特别来评鉴啦吼。我因为家己咧经营公司，甲有一寡财务的经验。所以学校就派我甲即个负责财务的官员来对话。我会记真吼，即个官员摕咱学校看起来足无好看的财务报表啦吼，踮遐变吼，开始咧甲我讲吼，恁一年吼差不多爱700-8千万的支出啦吼，但是我看恁学校的学费收入吼，总共无到1/6啦，差不多1000万左右啦吼，1000万左右。那加上恁的募款。看起来拢总1800万左右吼，安尼差不多2000多万，个4000万，恁是要倒位生出来啦吼？伊讲，伊咧甲我讲吼，若像恁即款的报表，我无可能甲你签会落去啦吼。我偷偷甲恁讲吼，人法鼓山吼传10亿咧等阮咧心查呢，恁有啥物？我坐伫遐吼，庆光都流出来有影我知影，阮到咱学校是谎啦吼。其实我是安尼甲回答吼。我讲吼有影呢，其实吼我嘛毋知影这是安怎解决的啦。真经的，总是105年来吼，阮每一年拢安尼咧经过。105年，阮每一年拢安尼咧经过。无毋对吼，105年来，台湾新学院是每一天拢伫甲现实咧相应的日子来经过。总是我靠上帝稳定甲帮衬。伊对教会、对正教会中间有感动、有兴趣，遐看见神学教育重要性的教会，亲像咱教会，也是一寡同工，通过因的人甲经费1身5厘的奉献，互阮伫每一天拢咧体验见证上帝实实在在稳定中间来经过。这个代志对台神最重要的，因为阮每一天拢咧体验上帝稳定。其实咱学校会当继续徛在咱的毕业生，通伫山边海角继续忠心咧服侍，这都是一款信仰甲稳定活的见证，敢是？
所以今仔日讲道的最后，伫请安的影片中间，咱也通看见因遮的人的见证。当然，其中要拜托大家继续为学校每一日的经常费以及状况愈来愈无好的校舍来奉献的邀请。讲起即个校舍无好啦吼，他拄啊，迄个教育部官员嘛讲吼，恁安尼一年啊开遐侪钱，过来恁的校舍统统不合格啦。你知影咱台神吼，只有一个地方吼有建造啦，就是即个女生宿舍头前迄个楼梯啦。啊，无以前拢无建造，因为拢日本时代的物件吼，差不多拢要害了吼。我像游牧师也是黄牧师，因拢知影讲，因若住过宿舍吼，伊就知影讲吼，漏水是经常的代志啦吼。啊，若是臭扑味吼，迄是逐工爱闻的物件吼。讲起宿舍的问题吼，我家己有足深的感受啦吼。差不多2年外前吼，我的宿舍顶面吼，一丛真大丛吼，咱来看吼。即丛真大丛的即丛树啊吼，开始吼规工咧落叶啊啦。啊，迄个不管时都咧轰炸我迄个玻璃厝顶啦吼。用玻璃厝顶你听起来怪怪对无吼？真特别吼。原来租互人做仓库的即个所在吼，伊的厝顶吼是用热天真热、寒天真寒的玻璃做厝顶啦吼。啊，当遐大细细树枝迄个树枝啦吼，树枝吼。落伫个我的即个厝尾顶的时阵吼，伊的叮叮咚咚的声吼，就渐渐我惯势啊，诚侪讲叫我吼读册毋通拄久的一种提醒啦吼。我逐摆要拄久就咚一声，啊我就醒起来安尼，真好。总是直到旧年吼，一摆大地震以后的第2天啦，我伫大雨中吼冲入我的宿舍内底，因为有厝边甲我讲吼，恁兜厝尾顶破去啊吼。我举头就看见厝尾顶吼，倒手边即个厝尾顶吼破一空少大空啊啦吼，啊雨一直灌入个楼骹，啊结果吼，我即楼吼差不多已经淹到即个骹目即个所在的水吼，都灌入去我的楼骹吼。啊，互楼骹所有的家具啦、电脑差不多拢报销了去。原来吼是一位真大尾的树枝吼，互地动摇断去了后，就弄着我这厝尾顶所做成的。啊，有甲即个总务处申请啦吼，啊总务处甲我讲，你著知影咱的困难吼。啊，漏雨的代志吼，若等无雨，就会当淹过去啦吼。拜托的，若佫淹过去，我毋知当时无落雨安尼吼。啊，所以我试过去无款吼，啊总算找着经费吼，啊厝尾顶总算修理好了吼。读过森林系吼，我少年时阵40年前是读森林系的吼。我就真好奇啦吼，想要知影讲，即丛树啊，哪会变到安尼？本来真大丛啊，真水啊，哪会变到安尼吼？无伊讲，我一调查才发现吼，原来即丛对菌都已经着边朽烂的树啊吼，伊的腐根菌啊吼，你看即个差不多菌拢空去啊吼，伊的腐根菌吼嘛已经造成伊附近所有的即个植物的死亡吼，你看即边吼，正边即个图拢差不多死了去吼。毋若安尼吼，甚至是探到对面吼，对面即丛树啊吼，即间或者楚坑菜即丛树啊吼，嘛已经死亡，烂菌死亡。即摆调查吼，互我真平安的一个代志，安慰的代志吼，就是伊当甲我斗相共解说吼，差不多3年前吼，我去台北迄个建国花市，就买3丛无共款品种的樱花啦吼。我咧幻想，我咧招阮厝内，我太太甲阮的查某囝，啊咧做伙种即个樱花吼。我咧幻想讲，有一天吼，遮拢是樱花林吼，是一个风景区啦吼，真水的所在吼。无伊啦吼，无伊为旧年年中开始吼，伊就陆续高大死亡，连伊四围的草吼，嘛拢发袂出来啦，嘛拢发袂出来，差不多是即个情形啦，拢死了去。就是即款，互我即个读森林系本科生吼，伫我某囝面前有够无民主的啦，讲你种甲死去啦吼。安尼结果我查即个资料，才发现讲原来毋是安尼，是着病啦，毋是拢干那我的问题啦尔吼。所以我就开始处理，就是切断遮个烂菌吼，切断遮个烂菌，啊翻土甲消毒，啊处理遐个寄生的遮个虫拖吼，啊真恶质艰难的环境中间。最后剩一丛，我叫伊3号啦吼，剩一丛。你看吼，
剩即张3号，就即张看起来无啥物元气吼，已经到2月底花期已经过去啊，阁一直无要补花眼，所以我叫伊3号，就是所春落来即个单瓣菊的樱花，吼，真水吼，是我旧年以来每一摆吼，我若读册读煞，啊，就行伫迄个所在，徛迄个所在吼，徛伫园内底，我甲挂心，甲注目吼，啊，常常呼伊甲伊讲话啦，讲啊，拜托诶，小帮忙一下安尼吼。什么人才是圣经所咧讲遐所存的种要留地的人？就是今仔日咱书会甲咱念，即个要留地的人，渔民啦吼，渔民的所存的人吼，鱼就是毋是咧拍掠鱼迄个鱼啦吼，是存的迄个鱼吼。伫华府中间，即个渔民即个词吼，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一直带有一款真神秘的气味啦。特别是若人吼，将旧约中间即个渔民，甲伊将伊甲即个启示录启示录中间遐所咧讲起，讲以色列支派中间吼，会留有144000受吸引的人吼，甲连做伙的时阵，安尼渔民所存的人，即个字就常常成做一个，互人想要推测讲，伫将末。伫审判过了后，遐所存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啊？你会紧张无？讲若是审判迄天吼，啊是你，啊是我，存的是你，啊是我，吼啊，国因当中有偌侪数字，台湾有2300万，啊，到时阵存偌侪人呢？吼，一个真神秘的数字。总是到底保罗伫第9章甲11章吼，咱今仔咧讲迄个罗马书啦吼。罗马书较无好解决，所以我会讲较慢一撮吼。啊，你若有问题再问牧师就好，莫问我啦吼。9章甲11章吼，当伊对伊的以色列同胞讲起讲所存的人即个词的时阵，伊对即个词吼，伊的态度、伊的想法，甲伊的理路到底是啥物？搁咱若想要用即段经文来做咱今仔日伫处境中间的了解甲运用，通常经文。拢需要做今仔日处境中的了解，安尼咱拍算来做一件代志。咱来登记到圣经中保罗所属的即个所存在的环境甲处境，来找伊的答案啦，找伊的答案。实际上，保罗所属的以色列团体的历史来看吼，咱来看起一项代志，非常的趣味。每一摆当圣经若出现。所存的人就是渔民，这个词的时阵，伊背后拢代表两个真看起来真无矛盾啦吼，真矛盾的状况。到底是什么状况呢？一方面当然是人甲规个信仰团体，因开始有背逆、无助甲困难迄种实况啦。总是另外一方面，却上时也是上帝公义审判，以及伊人民羞辱本质。迄款的显明，就是即个困难，甲上帝审判，甲人民会做伙显明出来。其中，上帝这两种本质真重要，就是伊稳定人民迄款心意，以及伊对圣洁清气有绝对要求，对罪决断要审判，伊这两种本质中间迄种紧张性，就是华语讲张力 tension 吼。一种张力，一直是亲像咱这款信仰团体，若面对渔民这个题目的时阵，咱被要求就要真严肃来回应这个代志。你若拄着圣经内底咧讲渔民，你就要真严肃来回应，因为这咧讲咱的代志。所以当保罗讲起讲所存的这个人，这款相关主题的时阵，伊有两个基础，伊的基础是下伫自旧约以来。上帝总是主动甲咱立约，总是有审判，总是也要拯救这款心意点头。总是因若提起受竞选遐所存的人的时阵，就应该是指遐当时伫试炼患难中间，要甘愿每一天用贴理心肠的悔改，用敬虔分别的生活。用顺服上帝维护的态度，用完全瓦靠的相信，就是遐伫生死条件中间，你会记得罗马书的时代，是迄个需要信上帝的抬头的时代。
伫迄款生死挑战的中间，要甘愿用悔改、用敬虔、用顺服、用相信来做因每一天生活回应的人。当保罗咧讲渔民的时阵，是指引伫日常生活中间有活出这款记号的人。伊无咧讲你是外邦人，还是你是以色列人。当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分做两边，有包括以色列人的信徒，甲包括外邦的信徒。因为教会中间互相咧看无对方，互相咧插对方。因为保罗相信一个代志，伊讲吼，人会受拣选，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毋是因为因的血统、财物、才能甲知识，迄才是律法传统。所以保罗认为，对罗马教会中间遐以色列人来讲，因以前对祖先所来的血统、经验、各种累积出来的礼仪、规矩甲传统，就袂当真做因去排斥别人、隔离别人，也是看无别人的这个根据啦。相反，对教会中央遐个外邦信徒来讲，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中间有部分人的失落，外邦人才有机会通来认捌、通来体验这位恩典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落，就袂通真做外邦信徒看无因以色列兄弟的理由啦。意思是讲吼，本来是正取生啦，吼，咱考试正取生，结果正取生哦失去资格，去用取消资格了，安尼被取生才有机会，对吧？所以意思是安尼。所以保罗就对这个外邦信徒讲吼，讲因是因为唔信吼，才受压起来呢，对基顶头去压起来。啊，若是恁吼，恁完全是对神才法度徛在啦，恁有神才有通徛在。所以意思是讲，真正有神啊无吼，才是重点啦。信真诶，还是信假，才是重点。所以吼，恁袂当自高，反倒转，就爱惊吓，就爱谨慎，就爱战战兢兢啦，战战兢兢。是因为独独只有神国倚靠上帝恩典甲怜悯。人才有法度受拣选，才有法度受接伫基顶头。也只有真正有信，阁有即款认捌甲觉悟的人，因互相组织所起造起来信仰团体，才有可能成做一个因信合一，真正用上帝公义甲和平做根基，用学习伊的听甲怜悯来互相款待的团体。保罗期待起造一个伫世界挑战中间，通因为不时警醒来渐渐成做属主的渔民团体，就是通继续活伫救赎中间一个全新以色列信仰团体。我讲通继续的意思，就是一种动态的意思啦，就是讲你今仔日相信，就是上帝渔民团体；啊，你若无相信，你就变做爱求压起来迄个基啦。这个新呢，被称作所存的新以色列团体中间，有三个特色，会通成做因的记号吼，因的记号。这三个特色就是对上帝至权主权有真实的敬畏啦，各敬各畏吼；对上帝听甲怜悯有真实的感受。对上帝的确守约有真实的信心，我拢写真实，就是完整的啦，不是玩假的。对上帝这个主权，你正经真正敬畏啦。毋过唔好讲一开始开会吼，上帝就等一边啊，所有都用世界标准咧讲话，唔是你真正敬畏。对上帝听甲怜悯，你真正有感受过，安尼你才有可能做传福音的工作。你对上帝确实守约。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你伫困苦中间，你知影有盼望。就是讲伊盼望这个新的信徒团体，伫每一天伫世界挑战中间来生活、来体验，佮行出去做见证，这是这款团体的根基甲记号啦。保罗认为既然有这三种记号的团体，
因为因尊探的是上帝的心意，安尼真有可能，伊就要是伫将末的时阵，上帝眼中迄个最后受接纳所存的团体，就是渔民团体。所以你无法度确定咱是毋是最后迄个，总是你逐工若做这3项代志，安尼你真有可能都是上帝所要敬的迄个团体。对安尼来看，伫面对所有世界挑战的时阵，咱选择用什么价值来做咱敬畏、做咱倚靠、做咱顺服、做咱相信的对象，就真做决定咱这个团体是毋是迄个受呼召竞选，最后要真做所存的人一个真重要的记号。我特别强调，伊是这种人甲信仰团体现在状况的动态描写。选择基督，也是要选择马门。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中间有讲起，伊讲咱选择什么的时阵，咱就要真做什么人的奴仆啦。所选择的是什么？是用上帝，还是用世界做标准？是一个信仰团体咧做自我观看的时阵，真好真好的记号。咱是什么人的奴仆？看咱现在所做的选择就知影。咱迦南教会是什么人的奴仆？看咱现在所做的决定就知影。讲起挑战甲选择，咱现在正活伫这差不多要满1年，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悲剧中间，这是即马现在真紧张的事。要讲起相对算是真安全，就是咱台湾教会伫疫情中的挑战这个主题，可能有人会讲，你小可有咧小题大做啦，无边咧讨大气。不过我认为，因为这个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这摆的挑战是真确实，阁互咱有感觉的啊！真确实，阁互咱有感觉。就有感觉这个代志来讲，我认为这个代志对教会是正面的啦。因为咱教会常常无感觉。讲咱若认真去看咱教会伫过去这2年以外来，咱面对疫情挑战的时阵，咱伫事前、事中、事后，咱所做的反应甲选择。我认为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机会，通对咱台湾教会这个信仰团体做一个一体的信仰现况的调查。这10年以来，咱台湾所有的主流教会伫宣教甲传福音顶头，实际上看起来兴趣并无遐尼大。少数的教会做得真好。总是大部分的教会较有兴趣的，是伫往内互打的修正。我毋知影大家有这个感觉，在往内互打。伫教会内，咱咧整物件呢，咧整传统礼拜，还是敬拜赞美；咧整圣歌队，还是敬拜团；咧整团契中心，还是爱做小组；咧整有限的资源，到底着爱下伫青年社区，还是爱下伫老人啊？嘛有咧建讲台是爱用主章主节，还是主题中心？有人咧建神学议题、建制度、建管理、建传统，嘛有咧建语言的啦。无论倒一边，因拢讲因代表是上帝的心意甲真理。这已经是大家听了真惯势，也听真多场面。我今仔无要讲真多，总是真多人开始有觉悟，因慢慢发现。通常遐个发了真悬的宗教语言的背后，牧长也是教会头人，真正旨意、真正咧敬畏，所以真正顺服的，往往是大细规模、人数的最少、奉献金额大细，也是投资的回报率啦。这款价值背后，迄款世界价值，因为倒一边较对吼。咱常常习惯性是用人数、规模、设备的身躯、资产的偌济，是毋是采用倒一款模式来做咱的评估？总是我要讲正面的代志是安尼，总是经过疫情大水，差不多看满规台湾，敢若大水吼，看满规台湾，差不多要活3年了。咱对政府规定所来自费有限制。以及咱家己对风险有评估，种种现实的考量，
所组成教会聚会人数的帮盘，甚至到伫今年年初，咱长老会做教士统计时阵，保守估计平均实体聚会人数应该至少减少有2成半以上，这客气差不多3成。真侪教会差不多已经到伫5成。这种实际上已经影响教会这个继续存在的数字。毋那安尼，对本质的改变。对视讯、对网络有培养出一阵真惯势做线顶礼拜，因受称作徛伫遥控器顶头的礼拜游牧民族啦。我毋知你做过这款人无？伊秘伫遥控器后壁咧做礼拜。伫无相款的教会，甲礼拜中间跳来跳去，我都做过这款代志。早起袂记一下，穿困衫都坐伫迄个，应该旧年有这款情形对无？坐伫电视顶头，开始看看到这牧师讲了上万，就跳去盐埕教会啊啦。为台北跳去盐埕高雄去啊！盐埕讲你即摆咧敬拜赞美佫跳去跳来桃园跳来咱教会跳来跳去。我嘛做过这款游牧民族，这些人对人的兴趣、对教义的理解、对原来教会群体的认同、对群体聚会开始有灵感，对听讲道耐心的时间的缩短，对教会活动伫因心内底前后顺序的排列，拢因为疫情来显明出来。所有以前教会感觉我真有把握。真有路用，我真惯势的各种方法，面对人的自我中心，无论伊是传承几百年的制度传统，还是对逐位 copy 转来迄款混合的方法啊，是技术，当看起来拢毋是遐尼会当依我的啦。忽然间被疫情打回原形的教会，开始有感觉呢。讲原来教会前所有感觉，拢是因为阮有气力，阮有温数，他通争取、通赢来资源，也是人数，或者是看起来真厉害的增长模式、行销的手法，实在拢是上帝对咱的忍耐、容忍、甲固守的稳定。这段疫情竟然有互真侪信仰团体因真正的信仰深度显明出来。伫教会是安尼，伫机构、伫学校拢是安尼。总是当咱就是教会会对这个疫情挑战的中间，得到一种提醒，就是讲咱所有人拢爱转去到伫根基，就是转去到伫上帝话的提醒甲操练的时阵，新的现实挑战，互教会伫疫情渐渐咧退去的时阵。各一摆都要面对选择的试炼，是啥物款的试炼呢？最近一年，我陆续到伫无相款的教会做探访甲调查，因为我的迄个 PhD 是咧做教会冲突啦冲突的调查甲人口移动对教会的影响我有听过真侪教会，那伫虚跟实，就是线顶甲线骹聚会形式中间有留下烦恼，讲到底要找资源，要找出路啦。真侪教会牧长同工真紧张，想要找新的方法看有啥物款新有效的方法，通互教会流失的人数通紧补回来。因为最近发现伫这个疫情以后，人开始转来这款状况内底，现实转来人数，人迄个聚会人数已经毋是。无嘛袂要紧啦，你无来袂要紧啦，反正有人会来，已经毋是安尼啊已经是这个有法度，迄个咱3年前讲咱要102增长运动真侪人讲无头过身都过啦，应付就好，反正人是安尼那是真侪教会是毋是有法度继续经营落去的生死问题？真侪传道者牧师虽然还无严重到爱着吞剑跳火圈变魔术啦但是，探听网红灯也是导播机的介绍，对流行去学习网红的台步爱徛伫遮，还是徛伫遐练习趣味的套路话术，已经是真侪信仰团体的领导者，虽然无讲，总是心内
努力在实践的现在进行式了。唔知你有发现这样代志啊无？伫现实试炼的面前，其实咱内心较相信的，所真正拍败的，常常是现实，常常是自我中心的习惯，是数字，是马门。入面下这挑战甲选择，一直是一个信仰团体每一天就挣扎小演的功课啦。你逐天都要做决定啦，是要伫遮，还是要伫遐？对保罗所提起这个受呼召竞选的新以色列团体来讲，那咱这个被接对军头的外邦人，你知影咱这人叫做亚干拉基啦，亚干拉基。竟然行到甲旧以色列团体相款，第二的迷信各种方法、各种规律，或者是各种新旧的传统，相信才通救咱甲咱的教会的时阵，咱就诚做迄个着受压制的基啦，遐个着受气杀的子民。保罗捌安尼讲呢？伊安尼讲，伊讲亲像恁前无顺服上帝，若是当对因的无顺服。恁才得到怜悯呢？安尼恁打无顺服，通对恁的得到怜悯，也互因得到怜悯啦。因为上帝已经为万人伫无顺服的中间挑伫要怜悯万人。一个信仰团体是真有可能受对基顶头压落来呢。唔好袂记咧，兄弟姊妹，真正咱着爱敬畏，着爱谨慎，着爱紧张，着爱战战兢兢啊！所存的种妖老的人、渔民，是伫定活伫即款不管时，就徛伫上帝面前来敬畏的人。因为所竞选要做万人祝福的以色列，毋是凭着因的族群阶级，因有几年的传统，有偌悬的聚会人数，有偌大间的教会规模，是用什么款有效的方法在操作，也是有什么款增长的业绩，银行有偌侪存款做条件。来受竞选，成做所存的人。咱会记得当初以色列人，上帝选调因，爱世间人通过因对上帝感恩、顺服、谦卑、敬虔的生活来认识上帝，来实际目睭看见，来实际担着上帝恩典的滋味。因看咱就来归信。成做上帝国度的人，伊若入来咱家人教会，掀开看讲，哇，遮尔水，伊当然要来，这是上帝的国度啊！伊若掀开看讲，哇，大家安尼臭咪摸，伊当然看卖讲，哇，我宁可去地狱嘛，不要来遮。咱的生活表现就是咱的见证啊！以色列受呼召，用安尼来祝福万民啊！所以用真正认捌、感受。佮回应上帝恩典的生活去做见证，这是以色列也是现代信仰团体第一要紧的呼召。我佮讲一摆，用真正认捌、真正感受、真正回应上帝恩典的生活去做见证，这是以色列也是现代信仰团体咱第一要紧的呼召。因为这款对学习基督。通救人脱离黑暗权势的价值选择，甲生活实践的决志，是上帝恩典活的见证。就是这个对顺服上帝旨意来活的渔民团体，咱受呼召，要对这个世间人所传讲的福音啦。兄弟姊妹，福音是对咱本身所显现出来迄个形，毋是嘴讲的，是咱所做的代志。感恩顺服。谦卑敬虔的生活，是受竞选成做所存的人甲团体因的记号。对安尼，保罗伫第12章的起头，用所以来做结论，来继续讲起伊即款受这个稳定经调，这个渔民，这个所存的人，因应该活出的生活回应，是应该是做什么款？伊是安尼念，伊讲，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就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事。
这个祭，这个敬拜服侍的生活是活活的，是动态的，是伫每一天继续的挣扎中间学习，做出下伫上帝心意的选择，来渐渐成成的团体决志甲行动。咱家人教会正当中，兄弟着大声决志，要伫上细项的代志顶面，伫生活、伫团契、伫小组、伫各种的会议中间，学习做出下伫上帝心意的选择，来成做有即款记号，咱要安尼行动的信仰团体。今年3月，看规学校的营会拢开了。阮兜迄张3号，你毋知还阁会记无？阮兜迄张3号，迄个艺吼，会敢若亲像铁树干的。毋但安尼尔哦，遮近的所在吼，佫开始发生粉虱甲蚜虫的问题。我看伊踮遐选吼，我着心内真悲观啦吼，真悲观。我讲啊，即阵嘛差不多去啊吼。总是因为毋甘啦，就望讲伫会期要过进前，我做最后努力。所以有一天的黄昏，我将土搁一摆甲整理、挂草、落肥以后，我就扶着伊的手机啦吼，心内就对伊安尼讲吼，讲3号啊，你嘛着甲我较争气一下吼，会当拍拼活出你原来美丽好无？过礼拜以后的拜一，我要做见证吼，伊所开精彩的花吼，互我看见生命坚强。互差不多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我，通了啊担着上帝无要气杀人的心情，甲看见所存的种，通重新得到快乐的迄种欢喜，我通担着上帝欢喜呢。今年11月底，台神的营会就要开吼，咱所有的校友就知影吼，包括有牧师，咱遮的牧师吼，拢台神毕业的，因就知影11月底，规阳明山第一个开的就是伫台神啦吼。你顶头若看无，先来台神看就有啊吼！啊，欢迎大家若来领头吼！啊，若路过台神，就入来台神内底来看卖吼！啊，顺续来我的园内底吼，甲我做伙啊见证即个3号为我带来的喜乐吼，甲望。欢迎大家来吼！上帝恩典真奇妙，是人无法度测度的。咱只有尽力服侍，甲专心倚靠相信中间。学习这项代志，就是等待随时准备心，用学乐见证来看上帝所有美妙安排。我特别要讲，伫新约中间，咱知影保罗吼，一直是头壳的人，较少是讲心内的人吼，一直有理性形象的保罗，总是真特别。伊伫今仔日11章的上落尾真特别，伊用一段学乐的诗歌来做伊的结束呢。我也要用伊的学乐甲祈祷。来做今仔日讲道的结束，照伊的话，咱要做伙安尼压头来祈祷，讲深沉啊，深沉啊！上帝智慧甲见识的富有，伊的判断袂法度测度的，伊的路途无法度追推袂着。什么人知主的心意？什么人会当甲伊出主意？什么人捌生互伊什么，伊就报答因。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意得到荣光，直到永远。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意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阮安尼祈祷，要感激，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落尾，我有一段差不多几分钟台神的介绍给大家看吼。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介对远远加拿大来，台湾就亲像是偏乡。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遮，迄面真恐怖，因为就是风台。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咧亮迄个土石流的警报，我就真惊行到火敢会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即遍是只有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之前有的无则讲因的厝顶漏水，然后困便所，
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马已经到一个偏向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属灵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这羊群是无才通继续，我无休落去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一个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济济。死就死吧，是他在现场的见证伫。这个所在，嘉义县番路乡，侪人拢是做实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啊会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啊会好，所以这是上大的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这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时间常常是对头来，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毕竟无有一项时间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时间因亲像只有在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以有的时间我其实就是改行，或者是直接暂停。我应该爱做较侪的时间是伫当天的起坐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这条路的，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我是伊的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这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这个所在去北京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进入来详细甲家己的呼召来对话的时，就会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这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这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仔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反倒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仔。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这个身份影响是搬过传教者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的服侍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还佫伫台城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到生命的火。台湾新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教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受苦，互人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甲盼望。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奉献甲带导。将阮
7000万是天文数字，总是阮逐年拢安尼经过。阮愿望大家，我家己43岁才去读神学院吼，即马已经要退休吼，已经离到还有20年的时间吼。我看真侪神业故事伫阮咱的神学院中间发生吼。台湾神学院真正需要大家祈祷，祈祷最重要。需要大家经费的支持，嘛，甲恁上好的主题，也是你家己送来神学院。多谢大家，以上。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毋忘，请起立唱全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错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要我信心归向伊，让所夸靠世界荣华，都将宽世头堂靠。有我所祈求的关他。本家头就会无，千倍人的德，以罪我更高要真，晓得做阳光的暖，也会给亲我推前，阳光我苗条给相望，对我走水高桥，先生来阳起来，宇宙边将来强暴。人兄弟相守万民，日日好人无欠亏，主情望我意，都为快乐来敬贵。对出来，我一天后一样吧，难留对眼我的兄弟，是兄梦的刚下子，只是我若想在你边，一切先要来感谢，主叫人丢顺行，对伊高平安。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最落眼高之时。是个谜语，
我可要为上上天的我生，我的声音我的言，我的头落主无天，我连水遁来颠倒，不得我以来救人。请起立。我的心愿恩予你，应出路难的情，我会在情里受死。感恩天你做的故，阿门。天父上帝，感谢你赐阮有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更新阮的心意，求主圣洁阮，结出丰盛的果子，祝福各部事工计划顺利。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主甘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咱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礼拜的兄弟啦吼。毋知有头一遍来无？介绍楼顶吼，我看到这信仰前辈就青州牧师夫妇是无？请徛开，欢迎吼。其他毋知阁有无？咱有缘搁一遍欢迎陈宽义牧师哦，咱台湾乡伊合部长伫咱中间欢迎。好，其他若无，咱就来看周边消息。今仔日是台湾乡伊也是三位牧师的母校啦吼。咱会通做来关心，拄我讲的，我拢经过吼，带过遐个学舍吼。无论是迄个男生宿舍，牧师娘带女生宿舍，阮过来带迄个所谓的白宫吼，迄个服务宿舍吼，迄拢真正拢是爱征收的啦吼。咱也负担为着这先教育来奉献甲带导。咱中央有谢庆顺李月英因夫妇对土城教会因为搬来伫八地遮吼，来转接伫咱的教会，阮会姊妹转接对土城教会来转接伫咱的教会。谢庆顺兄弟夫妇毋知有伫咱中间无？来，请徛起来，甲因欢迎者哦。好，请坐，请坐吼。因囝新妇拢先煞来啦吼，拢已经拢住伫八地遮，欢迎哦。迄个赖晚会姊妹有无？来，好。平常时拢参加伫咱周间的德福的迄个关怀据点啦吼。咱下晡要继续伫1点吼。有伫数控教室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请需要参加的，这同工一定爱参加吼。下晡就是明年数工的一寡这个研讨。咱明年的这个小年夜吼，成因牧区也有举办着这做伙来围炉吼。
只有20桌请咱有即个需要的，也是讲欢喜参加吼。咱咱的小组长伫遮来报名，咱以小组单位来登记哦吼。倒份嘛有留一桌互因吼。咱有早鸟价吼，早鸟票是300块一个人吼，一个人吼。若超过时间，就一个人575块吼。报名到11月30进前吼。咱拜记嘛有这线上的这情绪的冲突的管理术吼。你若伫厝定定安尼大细声沟通的吼，你会当起来伫遮来听看觅啊吼。莫安尼大声扫安尼吼。咱未来明年儿童牧区有要举办即个亲子的礼拜所以开始对今年到伫明年4月进前，拢有一寡遮的活动。恁兜若有遮的囡仔吼，遮个对3岁以上到伫小学1年吼，你甲鼓励来吼，遮个新妇啦吼，后生带囡仔，咱会伫遐用无共款的较活泼的奥福即款的方式伫遮来礼拜哦。囡仔因嘛是爱礼拜吼，因若伫遮咱会嫌吵啦吼，互因去遐，互因有属伫因家己的即个活动吼。咱第8组的陈宇珍姐妹吼，即个改过几个名啦吼。伫遮蒙主恩调吼，咱伫遐关心。当然，这个部分嘛，毋是咱教会来主办所以咱若熟悉会当就近伫遐来甲关心参与，愿上帝来安慰这个家族吼。昨有邀请淡江教会做牧师曾耀明牧师吼，真正伊应该经历真侪遮个上帝恩典吼，因爱起5亿啦吼。已经行4个外安尼吼，所以每一年拢5000万伫遮，互因经历生涯基础因着要开发一种，就是讲用听的圣经咱遮的吼较资深的，你若感觉我字都毋捌我，也是吼迄字伤细字安尼啦吼，你会当用听一台2980块吼，佫有诗歌啥我有甲留10台，恁若有需要的吼用看的无方便，就用听来听上帝话，佫有诗歌吼，留较有10台吼，2980吼，你若摕3000出来，你就甲干事讲免走吼，无个废去啦吼，这拢诚做因献迄个建堂的奉献啦吼，因真辛苦吼，不过伫主内拢是共一个集体啦吼，过去因曾牧师的爸母嘛是拢伫咱遮咧聚会吼，咱来祝福吼，昨嘛有真好对咱的一个勉励安尼，咱来听看觅来听这个，可以帮我。有那个影片吗？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你也读得懂圣经。过去我伫文山教会伫做团队时，伊就伫遐聚会吼，伫遐读正大这个研究所吼。次以上的收看，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神的话语，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特别制作这一台 Talking Bible 读经机，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每日研经释义的影片。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以及未信主的亲友。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用心制作的节目，能够帮助更多人享受神的话语，而且不害怕读不懂神的话语。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神赐福大家。好，咱来祝福因啦吼，祝福因。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来读2遍来。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可以归伫伊，愿伊得着荣光，直到永远。阿免。罗马人书11章36，再一遍来。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可以归伫伊，愿伊得着荣光，直到永远。阿免。罗马人书11章36节。
咱做伙来吟圣诗635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正起立。吟诗煞请弹幕师祝祷。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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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来接受对上帝来祝福，当恁人平平安安出去，进入世界，继续伫遐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做伙，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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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咱默祷。咱今日礼拜到这，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同在，甲线上的兄弟三个同在吼，咱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